長兒生5磅 B 女，殺血淋淋全家福。呢個潮媽前日剖腹生 B， 發相都潮過人啊 ！B 女臍帶都未剪靚噶。我乳名叫雍雍，重5.83磅，我出咗世啦，但媽咪好似仲未慣啊。Coco 喺微博話，用咗成晚先慢慢接受呢個小東西喺我個肚出嚟嘅事實。佢話生我嗰陣好戲劇性，全程同爸爸講笑，但係爸爸剪臍帶咧就話條帶好堅韌，剪咗好耐喎。剪完咪由麻醉師幫你哋影靚相啦。長兒仲攤喺床度感動到係咁喊啊！但感動還感動，點解最近啲星爸星媽咁中意出賣自己啲仔女嘅呢？御用裝全城獨家狠狠瘦溫質式纖體療程488，再狠送絲白擊白去斑提升療程。